相信大家咧呢幾日都有喺各大嘅 social media 度睇到姜濤27歲嘅生日會上面佢自己嘅分享啦。咁我就係睇呢條影片嘅，呢條影片咧大約10分鐘到啦。我喺呢10分鐘度咧睇到6個喺姜濤身上好值得大家學習嘅成長心態。咁我哋即刻開始第一個啦。第一個成長心態咧就係失敗唔係放棄，而係再試。姜濤有提及啦，佢自己人生咧第2個崩潰嘅點咧就係佢參加咗快樂男聲比賽啦，然之後俾人淘汰。參加快樂男聲嗰個比賽淘汰咗之後，我人生第2個崩潰點。嗰個第2個崩潰點都係唔想放棄，咁上網 search，俾自己1年嘅時間，遇到全部造星。嗰時嘅佢咧相當崩潰啊，就同我哋一般人一樣啦。我哋失敗嘅時候係會唔開心啦，會失望啦，會懷疑自己。更加多人咧，甚至乎會因此退回自己嘅舒適圈啦，做翻穩妥嘅老本行。然而，值得我哋學習嘅係姜濤既崩潰也前行。佢選擇咗一邊崩潰一邊 prepare， 俾1年時間自己再參加全民造星，最終咧成功拎到全民造星嘅冠軍啦，仲成為咗組合 MIRROR 嘅成員。我自己咧長時間接觸好多人啦，尤其是中學生、小學生，我自己見到嘅現象就係咧，大家對失敗咧睇得好重，認為失敗就真係等於失敗，失敗代表我唔叻、我冇用、我好廢。咁我今日咧就想重新帶大家睇清楚失敗呢2個字噶。失敗真正嘅意思咧，應該係你目前仲有嘢未學識，你距離成功咧仲爭咗某啲嘢，即係話如果你學到嗰啲嘢嘅話咧，你就會距離成功更加近一步啦。所以失敗唔應該係一個打沉你嘅嘢，佢更加應該係一個提示，提示你有啲嘢要去進步。咁我用翻姜濤嘅呢個例子啦，可能當年咧佢被淘汰係因為佢有某啲技能要去進步，仲爭啲，所以咧佢唔能夠突圍而出，佢將失敗咧視為要再努力，咁所以咧佢就俾咗1年時間自己再 prepare， 再參加比賽。Ever tried, ever failed, no matter, try again, fail again, fail better。咁總結一下啦，呢條片咧係透過姜濤嘅故事去帶大家重新認識失敗嘅意義。失敗唔係話你唔得，而係提示緊你要從中去揾到一啲嘢去進步。大家仲記唔記得我喺片頭講過，我見到有6個喺姜濤身上可以值得我哋學習嘅成長心態。咁呢條片呢，我只係講咗1個啫，咁即係意味住另外仲有5條片係會出噶。所以咧，大家可以撳定個訂閱等我啦。咁我係 Isa 啦，我拍片主要係分享我自己嘅深度思考啊、內在智慧啊、個人成長嘅議題。如果大家都有興趣了解多啲人物故事啊、成長心態嘅話咧，都歡迎你訂閱我同埋撳個 like 支持我噶。咁我哋就下集見，拜拜。